随着春天来临，大批红嘴鸥在云南抚仙湖停留，为即将到来的北迁做准备。然而，最近当地却发生游客为了拍照徒手抓住红嘴鸥的情况，导致他们受到惊吓。在网传视频画面中，一名男子抓着红嘴鸥拍完合影后，将红嘴鸥交给另一名女子继续拍照。相关画面曝光后引发讨论，当地管理部门表示将加强湖区巡查，并提醒游客在观赏红嘴鸥时保持适当距离，以免对野生动物造成干扰。一旦发现此类情况，会立即进行制止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根据了解，当地制定了文明观赏红嘴鸥的规定，明确禁止惊扰、驱赶、伤害红嘴鸥或以非法方式捕捉，违规者将面临相应处罚。管理部门强调，保护红嘴鸥就是守护抚仙湖的生态之美，希望游客能以更友善的方式和这些鸟类和谐共处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